今年7月份以来，中共宣布所谓新疆中共病毒疫情增加为由，采取了全面封城清零措施长达3个月之久，导致当地维吾尔人失去了自由，挨饿，被迫放弃所有的牲畜和庄稼，面临经济上的全面破产。令人难过的是，感染中共病毒者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饥饿而死亡。在中共病毒疫情长期管控期间，所谓新疆已进入冬季。这些无效和极端的措施让维吾尔人面临着寒冷的天气，增加了各种疾病的发生。抖音等社交媒体视频显示，中共不仅在伊宁、乌鲁木齐、库尔勒、昌吉等地不断建设和扩建临时隔离点，不管年龄段，从小孩到老人，都被大巴车转送到了环境恶劣的隔离地点。知情人士透露，近几个月伊宁发生了未能及时治疗和饥饿死亡事件。当地政府派专人收尸，不允许家人参与葬礼，也未能按照维吾尔人的习俗和穆斯林礼仪进行洗尸埋葬。事实证明，中共当地政府并没有告知家属死者在被带走后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了安葬。10月31日，维权网发布了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的阅读报告。报告通过实名统计，有死刑正在核准、死缓、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刑期不详及羁押未判等进行了统计，共涉及维吾尔族、哈族、回族、藏族、蒙古族等多族裔的政治犯和良心犯1442人。报告特别指出，中共20大期间，各地维稳形势严峻，但仍无法阻止民众对习近平暴虐统治的憎恶和反抗。北京四通桥勇士彭载舟拉出横幅，发出了要吃饭、要自由、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的怒吼。而声援彭载舟的许多民主维权人士都被抓捕、传唤和恐吓。维权网强调，一个国家的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境况是其最重要的人权指标之一。该报告通过定期统计和发布最新信息，揭示中共当下恶劣的人权状况与良心犯、政治犯的悲惨处境，力求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押政治犯和良心犯的记忆，并予以支持不断的呼吁和关注，制止他们获得自由。10月31日，由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欧洲、以色列、土耳其等50个国家签署了一份在联合国辩论期间宣读的声明，谴责中共在侵占的所谓新疆地区发生的严重且有系统侵犯人权事情。法新社报道，加拿大在主管人权事务的联合国大会第3次委员会辩论时宣读这份声明，提到我们严正关切中国的人权状况，尤其是所谓新疆维吾尔人与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群体人权仍然遭受侵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8月份发布了一份让人期待已久的所谓新疆问题的报告，列举中共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群体犯下的危害人类罪行。这些国家敦促中共全面落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评估报告中的建议，包括迅速采取措施，释放所有在所谓新疆被任意剥夺自由的人，并火速说明那些失踪家庭成员的命运和下落，加速让他们安全联系亲友并及时团聚。近日，塔城地区马纳斯县的哈萨克牧民发出求救视频，指控中共当局对牲畜也在执行中共病毒隔离清零政策。视频中，数以万计的骆驼、马、牛、羊被强制性隔离到狭窄、皮草稀薄的草原，无人照管。牲畜们不但发出哀鸣，更有牲畜在雪地挨饿受冻，甚至死亡。10月30日，海外哈萨克人权组织创办人萨尔克坚在推特上表示，当局将几千名哈萨克人关进了县城的隔离点，强制将牲畜聚集在荒野和山脚下，不允许车辆运送饲料，也不准转运到大操场，导致大批牲畜饿死、渴死、被野狼追赶、坠崖死亡等，给牧民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自由亚洲电台致电塔城防疫中心，证实确有统一规定不准放牧。除了将牲畜集中隔离防疫以外，另有一段视频显示，所谓新疆某地牧民的羊群也被全部戴上了特制的口罩。中共动态清零几乎进入魔幻境界，极端的防疫措施早已从人群扩展到了家庭和牲畜，甚至各种物品。
中共20大刚刚结束，供销社重启的话题立刻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这个计划经济时期的名词，让外界对中共下一步的走向感到担忧。有人认为这预示着习近平要倒退回经济计划的老路，也有人认为是对台湾备战的需要，也有人认为是为了保全控制农民。专家预测，无论何种意图，供销社的死灰复燃只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10月24日，中共国务院网站发布了中共中央机关以及直属机构2003年度公务员招聘通告，其中包括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招录计划及招聘条件。根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官方网站介绍，截止2020年底，全系统有限以上供销合作社机关2789个，人员编制岗位49000个。在中国，供销社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对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人而言，与供销社伴随的是物资匮乏和生活艰难。乌克兰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一起在联合国呼吁中国政府调整对所谓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的政策，这是基辅在中共所谓新疆人权政策问题立场的一次重大改变。由包括乌克兰在内的50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严重关切。这份声明是在10月31日联合国大会第3次委员会就人权问题举行的辩论时公布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个月对美国等国家提出的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布的就新疆人权报告进行讨论的动议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结果是19票反对，17票赞成，乌克兰等11个国家弃权。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在投票的次日宣布，乌克兰改变了立场，支持美国的动议。美国等一些国家政府把中共当局破坏维吾尔人的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主要的破坏方式有大规模拘押、洗脑、性暴力、强迫劳动、酷刑等。中国联通、移动及电信等3家大型国企分别与腾讯、京东及阿里巴巴签署了合作协议，并设立了合资公司。学者认为，中共20大后，国企和民企合营计划正在扩大规模，明年将有更多的大型企业被合营。除了联通和腾讯，中国电信与阿里巴巴在11月2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上海移动与京东科技在11月1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范围与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或网络安全有关。3家大型国有电信公司与民营企业的战略性合作，表明政府统治经济时代的来临，与20大报告所批辟的一个统治经济时代的到来。河南郑州富士康厂区爆发疫情，数万工人徒步返乡逃离，引发关注。分析认为，逃亡工人是中共清零防疫政策的受害者，在中共政府洗脑宣传下，对疫情过度恐惧，不接受富士康与国际接轨的宽松防疫措施，最终上演了一出逃亡悲剧。郑州富士康是苹果手机 iPhone 14的主要生产基地。近日该厂区出现疫情，由于工人害怕感染和隔离，大规模出逃。因为防疫交通管制，很多人无法搭乘车辆，只能徒步返乡。事件持续发酵，引发了内外媒体的关注。11月4日，评论人士表示，富士康工人大逃亡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中共病毒清零洗脑政策。郑州富士康工厂有超过90条的 iPhone 生产线，约有35万名工人，承担着全球苹果手机50%的生产业务，是 iPhone 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日前，中共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开展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包括建设社区大食堂、托儿所。分析指出，这和各地重建供销社相互关联，实际上是进一步国进民退，用国有经济来掌控中国民众的衣食住行。通知要求各地在社区配建综合服务设施，包括幼儿园、老年服务站、医疗服务站等，每100户居民服务设施配建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通知还要求各社区配建便利店、菜店、食堂等，试点工作期为2年，同时在全国宣传推广。专家指出，中共现在的做法从供销社开始，食品、商品整个市场供应和销售，然后把这个跟国有的食堂联系起来。预计下一步，私营的商业企业轨迹空间会更一步缩小，甚至关闭。私人的餐馆餐饮业也会受到打击，这是进一步的国进民退。
习近平要用国有经济来控制老百姓，最后一定会导致当年大饥荒的重演。